让那黑暗有了光感恩音乐会，让我们先欢迎小西罗亚合唱团。
谢谢小西罗亚合唱团为我们带来这么开心又感恩的3首歌。我们一起再将一次掌声献给我们小西罗亚的所有的学员，还有赵秀红老师以及伴奏钟佩金老师。接下来，我们即将邀请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董事梁维珍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互相照亮的好朋友。各位视障朋友、盲朋友的好朋友，大家平安。11月了，立冬了，除了很想吃姜母鸭的冲动以外，其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感恩的季节。所以今天是一个感恩的音乐会，我们要一起来守护视障的独老。这个音乐会有一个主题，说要让黑暗有了光。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彼此照亮的好朋友。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2段的圣经的经文。第一段在马太福音的4章16节这样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亮他们。第二段在约翰福音15章12到14节这样说，这是耶稣的话。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了，就是我的朋友了。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光的意义，第二段经文让我们知道
彼此相爱的朋友的价值。我从来双联的第一天就开始在带盲朋友，将近8年，我看着小西罗亚的孩子们长大，看着盲朋友的查经班的老朋友们一起慢慢变老。我发现我们都有一些黑暗的地方，有时候是眼睛的黑暗，有时候是心灵的黑暗，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两边都很黑暗。所以我们发现，当人说耶稣是世上的真光，是伯利恒之星，我们的心里就充满安慰和鼓励。因为光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境况，看见上帝的爱，看见未来的方向。因为光使我们温暖，我们得到医治，并且重新得力。因为光消去了黑暗，除去了罪恶，使我们可以战胜死亡的威胁。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视障朋友的好朋友，让我们成为彼此照亮、互相温暖的好朋友。我们也许觉得我们在帮助视障朋友，可是其实我们也在被他们照亮，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生命经验是我们没有的。他提醒我们一些我们常常忽略、不懂得珍惜的人事物，好让我们的心灵不再黑暗。所以，让我们成为彼此照亮、互相温暖的好朋友。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让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有了温度。在这里，最后我要谢谢大家，因为你们的支持，使盲朋友可以走得更远，也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谢谢你们。谢谢梁牧师，非常谢谢梁牧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的王文贤董事长为我们说几句话。各位现场的嘉宾，大家好，大家午安。很高兴哈，我们今天来参加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音乐会，因为我们进到我们的会堂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彩色琉璃就被那黑暗给遮起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灯光就比平常还要灰暗，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盲朋友他们所适应的环境，让大家也能感受。也因为要让大家在这个会场里面享受这样的音乐会，让各位的温暖、各位的热情，透过关怀本身就是光，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因为彼此而亮起来。我们一生当中都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小的时候跟同学一直到大，我们有同学时候的好朋友，我们出了社会，有工作上的好朋友，我们在社区有邻居左右的好朋友，我们在教会有教会的朋友。今天我都邀请他们来了。我去剪头发，我就请我的理发师能够来；我去看医生，我就请我的医生能够来；去请我的这个看牙医的时候，我就请牙医师看你能不能够来。我在教会的时候碰到不同的团契，我就请不同的团契都能来。当我一张一张邀请卡写出去的时候，那一张一张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挣扎。但是我想借着这样的一个邀请，让彼此，让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认识我们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的好朋友。所以视障朋友今天为各位在这边，把我们这1年来许多的故事，透过音乐，透过见证分享，跟大家彼此来共度这个精心的时刻，一个甜蜜的时光。关怀就是一种光，我们透过关怀做了21年，在这21年当中有非常多的故事。感谢我们今天非常多的贵宾，我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
但是我们特别要在这当中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双联教会的我们的蔡正道主任牧师在这当中。另外，我们双联视障基金会除了我们的董事群，还有我们的长子，今天也来到这当中来，我们跟大家挥手一下。特别感谢我们英业达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李诗清，今天他派他的尤特助在这当中那也在这当中我们。今天首都客运集团李建文的特助张廷龙先生在这里，感谢主，我们在这当中今年有开了一个小站在东科大楼，东科大楼的副主委 Sino 和董事长今天也来到现场。其实我准备了30分钟要介绍在座很多的来宾但是我们基金会的同仁说，如果你继续介绍下去，就要请我下台了。真的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分享，有很多的故事我想透过待会的见证跟音乐，也特别感谢我们义生国际在这当中为我们来服侍。下半场的音乐会交由他们来为大家来表演也感谢申仁昌今天来对我们做这么多的这个服侍，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在这当中一起享受下午的甜美时光，谢谢。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的分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希罗亚合唱团所带来的演出。
指导老师朱安美老师以及伴奏老师徐佳玉老师。当熟悉的阳光渐渐远离，视线中只剩下模糊的光影。活着的希望对王志梦来说，就好像逐渐因青光眼而失去的视力，慢慢的看不见了。去哪边也去不了，对，只能够在家听收音机啊，看电视。那从这边到下面，也是有一些困难。晚上起来，冬天的时候，又记得上洗手间的时候，曾经教手去踢到那个转角的地方，把整片的指甲都踢掉。连上厕所都成为难题，更别说喝上一壶最爱的高山茶，或者欣赏自己花了半生心血到处搜集的艺术品。灰尘洒落在他的茶，他的收藏也盖住了他的心。那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那1、2年的时候，见力好十分无助的一个境界，只能看到一些光影这样子。那其他的话，大概一些比较近的字体，他也没有办法看到。像王志梦这样的视障独居老人，在台湾不是少数。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紧闭心门，更加离群索居，直到遇见了他们。这个学堂是我们今年正式开办，那其实它是一个社区照顾据点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视障朋友在这里，他能够有健康促进，然后有社会参与，他可以在这个社区当中得到一个支持的力量，让他们身心灵能够放松，有一个抒发。虽然我们视障朋友有很多位是独居的长辈，但是他来这里呢，他可以交到朋友，然后可以互相支持。就像那个名字一样，就是能够带入一种快乐的境界。那交朋友有一个团队活动的这样的感觉，比在外面唱卡拉 OK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活动的话，更能够有大家一起唱歌就同乐的这种感觉。不要放弃自己，而且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观念、正向的态度，他们能够把你从这个很孤单无助的一个环境带到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境界。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默默地协助视障独居老人们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运动，一起对生活重新燃起热情。像在台北市来讲，视障朋友的高龄化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一般老人家会遇到的这种所谓长照啦、生活照顾的问题，他们都会遇到，但是他们又多了一个视力受挫的一个限制。对，那所以我们基金会来讲，其实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在生活照顾，
自我照顾，还有他平常日常生活的处理的这个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跟一般的老人家过一样的生活品质，然后有公平的一个社会参与，不管是学习的啦、学习的机会或者社会参与的机会，我们希望基金会可以做更多。想做的、能做的，永远都还有更多，但人力资源都有限。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邀请您共襄盛举，一起来成为视障独居老人的那道光，共同照进他们原本阴暗的生活，帮助他们找到活着的价值。各位长老、各位贵宾，大家好，午安。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各位报告一下，在1年来在这个快乐学堂这边所上的课的感想跟点点滴滴。那么在圣经上说，喜悦是心灵的良药，那么快乐是健康的基石。那所以在这一年，我在跟各位嘉宾报告2个部分。第一个是在那个执行长他的行政团队的关怀之下，我的感受。那第二部分就是要报告老师他们的这个课堂的内容。那在我刚才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刚下了车之后，就碰到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说早啊，然后他就问我说，猜猜我是谁？那当时我还不太知道，后来到了上面才知道，哎，他就是执行长。那么执行长就是从早上一开始就在下面接待我们，一直到那他也会察言观色，看我们睡得好不好啊。那如果睡得不好，他会问什么原因啊这样子。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还会下来，关怀我们吃饭，菜色好不好？那么太咸，那下礼拜我们就换一间的餐厅这样子。那给予我们很高格调的关怀。那刚刚就像董事长说的，关怀真的是一种光，它能够照亮我们心灵的深处，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正向的方向。对。那么那个学员之中他们也有在心灵上一些比如说忧郁症啊或者不舒服啊，那么他也会跟这个执行长这边的行政团队来安排一个心灵沟通的一个课程，一个洽谈。那我看执行长好像他们都不厌其烦的来教导他们，有的到甚至于到有时候好像沟通1、2个小时，那么也在沟通。所以很感谢执行长跟他的行政团队所带给我们这种高格调的关怀，谢谢。这样。那第二部分我要介绍的是在这一个学期里面，我们所上的这个快乐学堂，第一天的话是音乐课。那音乐课的话，嘉慧老师他真的是他有30年的弹奏钢琴的功力，也可以说很深厚。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开始上，它就是整个环境的话就充满着音乐跟钢琴的声音，对。那个嘉慧老师他本身他也就是说妙语如珠，那十分的飞雪风趣，时常跟这个我们的班长孟明公在这个弹出一首歌曲出来的话，就是在好像有点像脱口秀这样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很感谢嘉慧老师，对。那另外就是嘉慧老师，他也会把他1周他有看的，他说我们看不太到，他会去看这个剧情 CD 啊，或者是那个一些的影片，
然后再用10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讲说，哎，这个内容，这个戏剧的内容，那都是它大部分都是感人肺腑啦，很有感情深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片子，所以我们上了一个学期一堂的课，一个早上的课，我们就可以说是音乐课，然后又这个有听到一些诙谐的对话，还有那个嘉慧老师他影片给我们的一些等于是说给我们报告一些那个影片的内容，所以真的是台湾话说，我说这个小狗短话的，这个实在是等于是物超所值，哦，很感谢嘉慧老师，对。那么到礼拜二的时候，礼拜二我们上的课是这个什么那个早上号是读书会，由执行长他来讲解这个读书会的内容。那大部分都是一些励志啦，或者是说正向的那个心灵的辅导，所以带给我们可以说是在心灵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向，不再远离忧郁跟这个郁闷方面的情绪。对，那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演员老师他会带我们上那个体操课，他是由他所设计出来的一些课程。那么这课程的话，就是上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累又不太累。那就是有一天我回去的时候，我觉得说，今天为什么好像精神比较好？那以前的话睡午觉的话会睡到3个小时，但那天睡，那好像就觉得说不会想要睡午觉，对，所以也很感谢语言老师他所设计我们的这种课程，对。那另外还有那个话剧社的课，因为后来因为那个特殊原因没有报名，但我想下学期的话也能够报名参加这个课，对。那么印度有一句谚语说，雨滴入河便是喜悦，那希望就是说，那个有视障的朋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在快乐学堂，快乐真的是带给我们心灵的良药。对，那以上的报告跟分享就是谢谢各位。谢谢王贝贝的分享。现在呢，我们所有快乐学堂的爷爷奶奶们透过工作人员的服务，要一起上台，让他们分享，跟现场各位观众分享他们在快乐学堂里面所获得的快乐。快乐学堂呢是今年开办的一个新的方案，那就已经有聚集到了这么多的视障的爷爷奶奶们来参与。刚刚听到王波波的分享，也令人非常感动，尤其他在说到执行长跟佳慧老师的时候，这些坐在旁边的爷爷奶奶们的鼓噪声，让我们知道那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课程。现在我们就用掌声来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学习成果。有一
谢谢各位视障爷爷奶奶的表演，也非常谢谢林佳慧老师。这就是我们这1年来所新开办的快乐学堂的参与的爷爷奶奶。为了要继续维持这样子的服务，我们其实非常需要各位的支持，让视障独居老人的照顾跟服务不会中断。您可以透过节目单以及扫描现场的 QR code， 了解更多视障独居老人的关怀服务的资讯。今天的现场捐款都可以获得手机架的纪念品1个。如果您使用的是捐款信封，填妥资料之后呢，请交给场外捐款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最大声的掌声，谢谢。今天的音乐会呢，即将要开始另外一段歌声与琴声的音乐飨宴。是由邓吉龙老师所领军的艺声国际所带来的演出。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邓吉龙老师及艺声国际。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又见面了，来到这里应该是第3次了哈。那因为李长老的关系和这里结缘，然后也来这里认识很多朋友，热心的朋友。这场音乐会是非常到我们在半年前就已经接到这个邀请了，希望来这边表演。那个时候李长老，因为他刚卸任董事长啊，他还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来演出？我说，哎，你已经不是董事长，你还要扛这个责任嘛？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分这么清楚啊，我才知道教会的朋友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哈，因为在外头有些董事长下任以后，他就不管后面的事情了。那因为有时候帮忙找一些经费什么，基本上你找了经费是要还人情的，哦，那我觉得他非常热心，他就安排这件事情。那我们艺声国际其实我现在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专任哈，那我们成立这个乐团，其实第一个也是希望年轻的音乐家这些优秀，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很优秀，有时候比我大学的时候优秀太多了，能够有早一点能够步入社会，去接触到人群的机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学音乐的好像都在象牙塔里面哦，你不是国家音乐厅啊，不然就是没有跟乐团，他都不演出。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想法啦，因为音乐其实也是人性的展现，在陶冶心灵。那我们不能老是希望说所有的人都有那个时间，或是有精力，或是有能力可以进到音乐厅去听。那我们学了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各位每个条件都很好，结果大家只是愿意到比较高尚或是高雅的地方去演出。那真正有一些地方人是听不到这么好的音乐的人，他就很可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到一些像三自安养院啊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演出，也是希望说像那些长者他们不方便的，他能够到外头来，没有办法走到外面听，但是他一样可以在那个地方听到很好的音乐。那再来是让年轻人早点知道说这个社会其实付出是相互的。好，等到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所以我现在也在跟三自安养院order，我说如果去一演10场以后，提早让我入住可不可以？我知道那里很难进去啊。他说好，那我现在每次都颁一个证书给你，我现在已经累积6张了啊。不过这当然是开玩笑，不过那个地方真的是我觉得有福气的人可以住在那个地方。那当然也是因为长老教会这里非常用心的在经营那个环境啊，那每次去都觉得那里的长老真是很有福气的人才能够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你看我讲话很快啊，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被告知我安口曲可能不能唱啊，因为说你们的后面因为有时间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尽量本来我们是都会介绍一些曲目上，我们会把它稍微精简一点简短。那我们今天最辛苦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要独奏的那个陈老师，他是我们学校的高材生，也毕业了，他在我们学校是硕士班的学生啊，那他一开始要为我们带来钢琴的独奏曲，那之后要办整场的音乐会，我们是不是先给他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一下。好，那我们请他稍微来介绍一下曲子，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不方便看这个节目单呢，那所以还是请他稍微介绍一下他自己的曲子。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陈柔安。我今天要演奏的作品是西班牙作曲家 Granados 的诗化圆舞曲。那在他的音乐里面带有许多的民族色彩，以及有强烈的浪漫性格。我是演奏里面其中的序曲第1首以及第5首，谢谢。陈柔安老师哈，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女高音哈，吉泽真纪哦，她听她名字就知道很长的名字，她其实是日本人，然后她之前有来过长老这边教会这边演出哦，那她因为现在是台湾媳妇，所以她就在台湾
就原本他已经是维也纳音乐院快毕业了，因为先生毕业回来台湾有工作，所以他就整个把工作辞掉，回到台湾来。那他去年开始就是回到北医大念研究所，想要继续他的学业，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学生。有时候觉得看到他的，我都替我们台湾的学生觉得有点要检讨一下，是非常除了认真之外，而且很多仔细的东西，我会觉得不知道说原来为什么日本的民族性可以这么的精确，因为他们真的是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请他来带来第一首他自己。要他演唱他们自己日本的民谣《红叶》，我们请他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午安，今天我想要唱的是一首日本作曲家岡野太一、冈野真一所写的秋天的歌曲。日本的四季，真要说的话，是能够充分体验每个季节的风景的。特别是有着美丽樱花盛开的春天，跟红叶漫步的秋天。谢谢。有没有听到在钢琴的伴奏，好像有红叶飘零的感觉？然后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好，就那个在音乐的技法上叫做描述性，就是我们叫做音画主义啊，就是用声音来作画。其实这个音画主义最有名的就是一开始的日兰上的始祖是舒伯特。我们听到舒伯特写的《魔王》啊，纺车的葛丽青啊，他用钢琴在模仿那个纺车旋转；魔王他用钢琴在模仿那个马匹在奔跑的时候的声音哦，这个就是舒伯特。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就是舒伯特很好听的小夜曲。那小夜曲这首曲子是很特别的，它是选自于舒伯特的《天鹅之歌》的选曲啊。大家知道《天鹅之歌》，很多人叫为什么《天鹅之歌》？因为在德国的他们的传说里面，就是天鹅要死掉的时候，它所唱出来的、发出的声音是特别的优美。那刚好这一部作品《天鹅之歌》就是舒伯特他在临终前，他所有的创作作品被收罗到一本作品里面在卖。那舒伯特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基本上不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哦，他的家里基本上穷到连钢琴都买不起。就想啊，作曲家家里没钢琴，那人家问他说：“那你怎么作曲？”他说：“我需要钢琴，我去朋友家。”所以他的狐群狗党的朋友特别多。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舒伯特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奇葩，也可以说可惜啊，他活到30几岁人就走了。但是他留给这世界上的瑰宝真的是不可尽数。我们光他的艺术歌曲就有600多首。我们如果算他从几岁开始作曲，然后他还有神剧、还有歌剧、还有清唱剧，他写了非常作品。如果他只要再走个10年，我相信这个世界的音乐会更加的美好丰富。那他过世的时候，基本上只有在维也纳的报纸登了一个小小的框框，就是维也纳的音乐家舒伯特过世了，啊，他的墓碑都是哥哥去跟人家募款来，那完全跟贝多芬不一样。贝多芬走的时候是万人空巷，连那些君王啊、贵族都出来送他。哦，同一个时代，同样伟大的音乐家却际遇不同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只能说不胜唏嘘，可是真的很可惜。那我们今天请到在国内非常现在也是北艺大毕业了，现在是国内非常著名的男中音哦。那胡廷伟他为各位带来这首小夜曲，我们来听听看曼陀林在这个地方舒伯特怎么样去显现的。Die Nachtigalle schlagen, ach, sie fliehen dich. Mit der Töne süße Klage fliehen sie für mich. Stehen Busensöhne, kennen Liebe Schmerz, kennen Liebe Schmerz. Wille mit den 7 Töne, jedes weichen Herz, jedes Herz, lasst dir die Brust verbiegen, liebste Herr mich, lieben kann ich dir entgegen. Komme, glücke mich.
好不好听？很优美的小夜曲哦，这就是造物者给我们造的，是人的声音是最自然的。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对于声音的应该都是有品味，只是我们长期都已经被那个电子音乐跟麦克风把耳朵弄坏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静下来去听、品味一下这种自然人的本人发出来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原来我们人还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感人的地方，尤其在音乐上。大家听到那个伴奏在弹伴，他那个当梆滴当梆梆，就是他的弹伴陀铃。然后一个男孩子在窗下，他喜欢他那个房子上的女孩子，他就到下面去轻轻地唱着情歌。那成功的话呢，那个女孩子就会打开窗门出来跟他会面。那失败会怎么样？一桶水就泼下来。那我不知道刚才各位会泼他水，还是会开窗门让他上去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我们的小提琴家哦，张念欣老师，他也是我们学校现在研究所的学生，基本上来这边的已经都是在国内的业界都已经在表演演出了。那他要为各位带来的是布拉姆斯的曲子。那我们知道说，布拉姆斯在德国号称3B，知道3B 是什么？我说啊，我知道，那我知道2B 铅笔、3B 铅笔哦，不是哦，3B 不是，3B 就是我们所谓的巴哈，好 Bach， 对不对？然后贝多芬，再来就是 Brahms。好，为什么会把它连在一起？其实德国的音乐很有意思哦，它是一个很有系统的在发展的音乐。所以莫扎特为什么被称为神童？为什么莫扎特很伟大？我们大家说，因为他是神童，神童太多了。罗西尼也是神童。莫扎特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把当时候欧洲各国家的音乐的风格全部融合起来，变成莫扎特的旋律。所以你们听莫扎特音乐，你会发现一听就知道这是莫扎特的。也就是这样，其实莫扎特音乐很容易被模仿。很多人后来莫扎特出名之后，大家都模仿他方法写，包括大家常常如果听，在教会有那莫扎特的安魂曲啊，安魂曲他并没有写完，他最后的一部分是他的学生用他的作曲手法去把它完整的写完的。所以他是很有技法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人家说听古典音乐头脑会清楚、会聪明，因为他是有逻辑性的在设计这些音乐的风格的走法，只是后人也许他写的当下没有想到，但是后人会去把它归纳。原来他写了往上哒哒滴答，他后面就会哒哒滴答做了一个反引，那个叫倒引。他把这些零零总总，大家发现原来他是这么聪明的在设计这些音乐，然后让他，但是你听起来又很自然。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小提琴老师为我们各位带来布拉姆斯的这首曲子，是布拉姆低小调的小提琴奏鸣曲。
我们谢谢小提琴家张念欣老师哈。大家其实来今天这么好的场地之外啊，听到这么好的音乐家，大家是真的都是非常有福气的人。大家知不知道他现在手上拿的这把琴就是奇美博物馆借出来的？真的，因为我们学校学生就是有透过甄选，可以向他们就付保险金的钱就可以跟他们借。那他是少数有借到琴的，表示他拉琴是真的拉得很好。那你们知道这种几百年的那种民琴的音色，就是为什么会它不一定真的像我们有一些现在琴都很大声，可是以前的琴它讲究的是音色，它的 quality 就它的音质跟音色，所以你们听到这种声音听起来是特别的舒服。哦，那慢慢的去品味，你就发现好的琴还是有它优秀的地方了。那真的是我们很幸福可以。那许文龙先生很为我们收集了这么很多的乐器，很感念他，很感佩他。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另外一个在德国神童，意大利的神童叫罗西尼，对不对？为什么他是神童？因为人家问他说，贝多芬比较伟大，还是你觉得巴哈比较伟大？他说哦，两个都一样伟大，这样，一个是独一无二，一个是伟大的。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男中音来唱他一首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曲子啊，那个男中音唱就是大家都让路，因为什么？他是这个城市的管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我，老太太也要我，小太太也要我，然后他们要追女朋友要找我，什么都要找我，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他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乐不可支。我们现在就请他来唱这首。Rosso dei petali, lancio del fomice, al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Rosso dei petali, lancio del fomice, al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Che la risorsa, poi te mestiere, 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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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ol cavalier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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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er vivere, per piacere, per piacere.
figolo bravatissimo habro figolo bravatissimo hadevo tuna non che la hadevo tuna non che la solo e con te la città solo e con te la città谢谢我们那个城市的大总管哦，费加洛哈，费加洛他的什么人都需要我哦，不管老的小的，还是想要变成侠客的啊，想要变成小少女、小公主的，通通都会找我。说土地比瓜、土地比拉，只是到处都要找，所以他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乐不可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带来一首就是《Batti Batti o Bella Mazzetta》哦，这个是一个莫扎特很有名的歌剧《Don Giovanni》里面的曲子哦。那女主角呢，因为说比较现实一点的话，就是她其实比较贪图荣华富贵，后来就是跟董卓瓦尼扯上了一腿这样子，后来被她的男朋友发现了之后，她又回来求她男朋友原谅她。那我们刚才请费加洛还是得这个总管回来演她的男朋友，然后这个女朋友，她的女朋友非常好。哲丽娜很好玩，就说：“那你打我啊，你打我脸，你拉我头发，你挖我眼啊！”到最后，这个男朋友还是原谅她，所以爱情的力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请我们的日本女高音马 key 来为各位演唱这首《Batti Batti o Bella Mazzetta》。Oh
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的其实蛮没志气的。我一直觉得这个男孩子实在是一点志气都没有，那摆明了就是。不过在那个时代里，其实好像在欧洲的社会里，这些王公贵族里面，他们其实对于属下的这种，在那个时代是他们觉得他有无可忌惮的那种行为，好，所以在这个故事其实蛮特别的。像我们在读一些西方的历史，费加罗婚礼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费加罗婚礼是造成法国大革命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文学里把整个皇室他们荒诞就是的生活，通通都赤裸裸的写在文学上，造成了那个玛丽皇后后来头被砍头。那也就是这样，当这个故事传到德国之后，他的表弟不希望演成歌剧。他禁止啊，可是莫扎特一直跟皇帝保证，我写这个是喜歌剧，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才我们看到有费加罗婚礼啊，还有像这是董九法里里面的曲子，可是它反映的就是当时候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我们也无可厚非，就是现在就是把它当成喜剧在看。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的张念心老师要为各位带着那个奇美的民情，要在各位演奏一首德弗扎克很有名的罗曼曲里面的第一首曲子，我们请他来演出。姑婆就是帮我演不管他。
好，来，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一样是莫扎特的名曲哦，《魔笛》里面的一首很有名的2个捕鸟人的歌哦。这世界上全身长满鸟毛的人还真的是很少哦。那刚好这一对刚好就碰到了，我们来听听看男中音跟女高音来演唱这个 Papageno 的2个人，他们只会讲叭叭叭叭，剩下都没有。我们谢谢2个可爱的捕鸟人哦，他们2个还是为了要生的小的 Papageno 还是 Papagena 在吵架哦，因为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们1对了，都不然就要绝种了。接下来呢，我们请到我们的那个长笛，我们的声乐家要为各位带来一样去谱系你的名曲《O mio babino caro》，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曲子。我相信各位如果有在注意电影的，在很久以前哦，那部电影叫《窗外有蓝天》，好，知道年纪都比我大了，不知道有个年纪比我小啊。这是很有名的一首曲子，从此之后变成全世界女高音必唱的一首曲子哈。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女高音为各位带来这首《O mio babino caro》。Mi piace
我们谢谢女高音钟梦欣哦，她也是北艺大已经毕业硕士班的学生哦，非常优秀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长笛老师陈英琴哦，她要为各位带来一首拉赫曼尼诺夫的曲子《无言歌》哦。所谓无言歌，它其实原本是一首歌，哦，但是因为没有歌词，那因为旋律很好听，所以就被改编成很多器乐上演奏的版本。
谢谢陈英请我们带来这首这么好听的无言歌哦。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的2位女高音，要各位带来德利伯的歌剧，很有名的歌剧叫《拉克梅》哈。这首曲子里面很有名的一出曲子叫做《花之歌》，哦，不是吃的那个回鸡哦，是《花之歌》。那我们现在请他们2位来演唱这首优美的旋律的曲子，谢谢。
谢谢大家。人家说快乐的时光容易过，我相信优美的时光过得更快哦。很快的，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曲子要为各位带来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的《感恩的心》哦。希望大家在这个温暖的下午里过得都是非常的充实而且愉快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视障协会还有长老教会做的一些活动。谢谢大家。非常谢谢邓老师。非常谢谢邓老师及艺声国际的演出，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好的，谢谢。
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安口大家。我相信美好的音乐一定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些很深刻的记忆。也非常谢谢艺生连续2年来到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为我们献唱，让这些优美的歌声带在我们如此今天美丽温暖的下午。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感谢我们基金会一些重要的支持者。先让我们邀请董事长王文贤董事长上台，因为现在是要致赠感谢状。首先，我们长期支持基金会业务，并且赞助本场感恩音乐会的英业达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诗清先生，今天是由李卓特专代表受赠，来，请上台，谢谢。要拿。非常谢谢英业达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长期支持。好，请尤特专留步，稍等一下。好，第2位是首都客运股份有限公司，他们长期关心视障朋友行的安全，不遗余力。有请首都客运代表，今天是总经理特助张庭荣先生。谢谢首都客运。我帮你问，你先下去没关系。来，我们3位3位可以一起合照吗？好，非常谢谢。我相信有非常多长期支持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的朋友也一起坐在台下。那接下来呢？我们非常珍惜每一位这样重要的支持者，无论他今天有到现场或是没有到现场。那音乐会之后，也要麻烦各位多多关注我们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的一些讯息。我们有 LINE， 有脸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参阅上面的讯息，了解更多视障独老的服务。今天的现场捐款呢，守住视障独老的服务，可以获得手机架纪念品1个，会场外有服务台。如果您有要捐款的话，非常欢迎向场外的服务人员来洽询。好，那现场我们最后要邀请双联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蔡正道主任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今天实在很感谢各位嘉宾可以来到我们现场，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视障朋友们。那我们也很感谢今天所有的表演单位。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同心来感谢上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无比的大爱，让爱点燃那黑夜当中的光，也让我们在这苦难的世间当中，透过爱的分享，减少这世上的苦难。同时也因为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充满喜乐平安。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恳求主，你持续的引导视障关怀基金会所有的同工们，透过他们手所做的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也让许许多多的视障朋友们得着祝福。我们恳求主，你持续的带领、保守、眷顾。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让那黑夜有了光，感恩音乐会现在完美的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每一位在场观众的参与，祝福大家健康如意。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演出者，牧师还有董事长一起上来，所有的演出者我们来合影。另外要离席的听众们，提醒您记得离场。